西下市体议员新加坡地恒隆公司精选报告的最佳代言人，随对着养饲幼儿的需求甲公共托育环境深有所感。上午伫中日村，伊就积极替柳营乡亲争取设立社会福利大楼、亲子幼儿园等相关的设施。议员具体建议，伫机关教学营地有一片800平的空间，要求社会局尽速评估协调。这整体的规划其实可以大大带动我们柳营地区的发展。希望局长会当加速进度啦。我唔知影讲，咱中央敢有这个计划会当来争取？目前为止可以提供补助的部分是公办民营托运中心。公办民营托运中心。那社福中心的部分的补助经费并没有那么高，所以我们会去考量到中央的补助，看如何我们在。可是如果把它整合在一起呢？现在就整合在一起就可以多方的窗口对一起来设置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刚才跟预算报告，就是我们朝向综合性，能够跟中央取得补助的部分，我们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规划，这样。是，我不知道局长什么时候会提计划呢？现在在规划，已经在规划了。7月中旬才去看嘛。是。去看以后我们回来会收集资料，把相关的协调沟通的部分，还有包括跟都发局这边，我们可能包括糖厂这边，我们可能后续还在做协调。对，还在做后续。希望我们可以一一来破解，然后顺利让我们柳营的社福大楼顺利来进行。然后，面对父母辛苦养饲幼儿有短期喘息，或者是紧急有代志需要找人斗3工，所以我嘛进一步争取临时托育服务的量甲方便联系平台，包括大大提升夜间的临时托育服务。对此，社局表示，全球13处的托育资源中心拢会当协助，包括现况伫生活嘛试办公托家园夜间照顾。依照家庭经济状况，每个月补助4000块到1万块不等，会当大大减轻负担，让家长安心工作。咱的新闻，军职林根采访报道。